สบายดีบรรดาทานผู้ชมที่ฮักเพลงมื้อนี้จะมาแนะนำแหล่งท่องเที่ยว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ในแขวงโบเกลเป็นเวอร์ชันภาษาจีนเป็นแนวใดไปรับชมรับฟังกันเลย大家好，今天我是 Van Manivong， 跟大家介绍一下博教生的自然旅游景点，一起来听听看。一、南韩国家公园位于博侨生怀塞区 Twap 村，距离盛夏市85公里，面积13.6万公顷。自2008年9月起，南康国家公园被宣布为了过人民民主共和国第21个官方国家公园。二、南润瀑布位于怀拆区北部，距离盛夏市约25公里，是个美丽的天然瀑布，高约34公尺。瀑布区周边自然风光秀丽，山林秀丽，常年碧水流淌。三、Namrat 铺长江通 Namrat 铺长江通是博侨生另一个新的旅游目的地，它位于 Pakta 曲江通村，距离盛夏是以南约70公里。您可以自行前往，有2种路线可供选择：汽车和船。有意者可电话089 4 453联络总经理吴部雷阳先生。四、此外，博侨生还有很多重要的旅游景点，有哪些旅游景点呢？取得快捷键，先用这个快捷键推荐更多旅游目的地，谢谢。